大家好，我係 Paul，好高興再次見到大家。全球宏觀經濟矚目，目前正處於一場高風險嘅地緣政治俄羅斯輪盤賭博中。一方面係中東局勢嚟嘅帶嚟嘅通脹恐懼，另一方面係人工智能超級周期下瘋狂且無節制嘅資本支出。呢種岌岌可危嘅平衡，只係股票指數表面下潛伏咗結構性異常嘅序幕。呢一啲異常將會喺本報告稍後對超大規模雲端服務商利潤崩潰嘅基本面剖析中被無情揭露。容錯空間已經完全消失，傳統嘅宏觀經濟模型已經無法計算出目前嘅現實。我哋先從宏觀層面開始，本報告中呈現咗量化基本面分析系統地分解咗兩種極其強大且截然相反嘅宏觀經濟力量，以確定可操作嘅投資定位。目前嘅宏觀經濟同地緣政治格局描繪嘅軍事封鎖、能源特性同央行政策分歧嘅動盪交匯點。我哋都感受到全球經濟嘅破碎性。美國同伊朗之間持續2個月嘅激烈軍事衝突，從根本上摧毀咗全球能源供應鏈，迫使軍方部署兵力以打破霍爾木茲海峽嘅封鎖。傳統嘅宏觀經濟引力，包括戰爭、通脹同供應鏈摩擦，正與人工智能資本支出超級周期並存。呢個現象嘅特點係對人工智能基礎設施進行嘅前所未有嘅資本投入。呢個超級周期正積極且令人驚訝地將科技同半導體板塊從地緣政治衝突所帶嚟嘅地緣政治拖累中脫鈎。市場基本上係同時喺2個截然不同嘅物理現實中運作。喺呢種對立中心嘅戰略指令非常明確，紀律勝過 FOMO， 即係驚錯過機會嘅心理。策略中嘅目標股票從 Nvidia 到 SK 海力士已經經歷咗劇烈嘅上調估值。自今年3月嘅簡報以嚟，升幅介乎 10% 至 47% 之間。對於未分配嘅資本，數學上嘅必然要求係保持耐心。有耐心嘅投資者可能唔會追逐呢啲垂直式嘅升勢，而係等待最佳嘅部署時機，以獲得更好嘅風險回報比。美國同伊朗嘅衝突為呢場危機提供咗一個鮮明嘅軍事戰術概覽。請咗呢張阿曼灣嘅詳細地緣政治地圖，喺明確標示佢有爭議嘅海域、霍爾木茲海峽以及據稱發生軍事交戰嘅具體位置。喺過去3個月，呢個特定嘅地理瓶頸一直係注入全球資產價格嘅地緣政治風險日價嘅絕對主導嘅動力。喺2026年2月底，美國同以色列聯合對伊朗軍事目標發動嘅動能打擊，隨後引發咗呢場衝突。到目前為止，呢一場衝突估計已經造成咗累計250億美元嘅財政損失。呢場對峙嘅核心係伊朗採取報復行動，封鎖咗海峽。隨後，美國海軍亦都封鎖咗阿曼灣嘅伊朗港口。呢度承擔咗全球大約 20% 嘅石油出口運輸，仲有大量關鍵嘅液化天然氣、農業化肥同埋氦氣。為咗應對呢種咁嘅狀態，自由計劃行動喺2026年5月4號正式啟動。呢係一項大規模嘅海上軍事行動。睇下美國中央司令部部署嘅龐大規模，一支由15000名軍事人員組成嘅強大部隊，超過100架陸基同海基飛機，多領域無人平台，仲有1支導彈驅逐艦先頭部隊。目前嘅風險環境依然極之惡劣，市場亦都好難對呢種動態變化作出準確嘅定價。伊朗官方媒體喺5月4號朝早聲稱，伊斯蘭革命衛隊喺賈斯克港附近成功向一艘美國海軍護衛艦發射咗2枚導彈。呢種戰爭迷霧直接導致咗嚴重嘅物流受阻。封鎖帶嚟嘅連鎖經濟同物流後果已經通過數學方式進行嘅詳細分析。呢啲複雜嘅圖表凸顯咗全球石油出口受限所帶嚟嘅多層次結構性影響。第一個指標顯示嘅航運保險費嘅惡性通脹，穿過海峽嘅運費同戰爭風險保險費大幅飆升，由原本佔船體總價值嘅 0.125% 升到去 0.2% 至 0.4% 嘅驚人水平。保費嘅突然暴漲，令到每艘船嘅基本運輸成本增加咗幾十萬美元。由於好多營運商根本唔肯承擔呢種程度嘅動能風險，目前大約有2萬名商船海員被困喺呢個地區，無法安全通行。第二個主要數據指標量化咗全球供應鏈理念嘅深刻且永久性嘅重組，取而代之嘅係企業正喺度迅速轉向資本密集型嘅以防萬一庫存模式。
呢種結構性轉變對工業倉庫產生咗巨大嘅即時需求衝擊。從地理上睇，自衝突開始以嚟，香港商業部門嘅營運同倉儲成本驚人地飆升咗50%。最後一個指標揭示喺美國封鎖對德黑蘭造成嘅災難性財政打擊，伊朗政府目前每日收取嘅航運費唔夠130萬美元，同以前每日嘅石油收入相比，簡直係微不足道。呢次封鎖對伊朗造成嚴重經濟困境，迫使政府要急急忙忙咁填滿國內嘅陸上儲油設施，仲要為即將發生破壞力極強嘅油井停產做準備。當地緣政治導彈遇上一個完全失去緩衝能力嘅全球市場，會發生咩事？油價會呈拋物線飆升，通脹變得比倒瀉嘅蜂蜜仲要難搞。而投資可能就冇成為咗附帶損害，留低咗落去。我會話，你知點解一場同步嘅全球經濟衰退可能已經迫在眉睫？目前能源市場正表現出極端嘅缺乏彈性敏感度，市場繃得比軍鼓仲要緊。根據特性法則嘅數學計算，全球石油供應只要減少1%，歷史上就會引發基準原油價格4%嘅大幅飆升。我哋喺5月1號局勢升級到頂峰嗰陣，見識到呢種極端特性嘅猛烈爆發。布蘭特原油飆升7.3%，輕易突破咗每桶126美元嘅關口。我哋暫時處於每桶107至114美元之間嘅劇烈波動交易區，但唔好因為呢次回調就掉以輕心。潛在嘅系統性風險依然極高。最近阿聯酋旗艦郵輪遭受無人機襲擊同埋緊急導彈警報就說明咗呢一點。呢種持續嘅能源衝擊唔單止係地緣政治噪音，佢就好似對全球消費同企業營運利潤徵收緊一項嚴重且具高度累退性嘅稅。呢度嘅數據非常殘酷。如果呢場軍事衝突持續90日，而油價維持咗每桶100美元以上，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嘅主食製造商將面臨迫在眉睫且毀滅性嘅300個基點毛利率收縮。呢對盈利嚟講係一個沉重打擊。宏觀經濟方面，摩根大通嘅模型簡直係喺度尖叫。佢哋預計，如果油價長期維持咗120美元以上，將不可避免咁引發全球需求嘅嚴重萎縮。呢種持續嘅能源衝擊正從根本上擾亂全球嘅通脹預期，迫使各國央行採取截然不同，坦白講係恐慌嘅貨幣政策姿態。全球貨幣政策唔單止係分歧，仲正經歷緊一場劇烈嘅結構性轉變。雖然2026年前全球核心消費物價指數頑固咗維持咗2.8%左右，但世界主要央行正從根本上放棄協作。我哋正目睹政策路徑出現快速且高度矛盾嘅分裂。等我分析下呢種混亂。首先係美國聯邦儲備局，佢哋依家進退兩難。由於持續嘅商品價格壓力將國內通脹推高至3.2%以上，聯儲局被迫將政策利率維持嘅3.5%至3.75%。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內部嚴重分歧，喺最近一次會議入邊出現咗前所未有嘅4票反對，仲有1票意外投擲俾減息0.25個百分點。佢哋而家真係好頭痕。與此同時，大西洋彼岸嘅情況就完全唔同。西歐嘅通脹正回落到1.9%，為歐洲央行大舉放寬貨幣政策開闢綠燈，預計會將政策利率大幅下調到1.5%。英倫銀行亦都跟隨，預測利率會跌到2.75%。跟住就係日本央行，日本央行依然係全球一個好大嘅異數，正積極加息，預計到12月會將政策利率調升到0.75%。綜合以上各點，呢種極大嘅分歧基本上係匯率劇烈波動同埋大規模跨境資本流動嘅催化劑。請大家睇下熒幕上面顯示市場韌性嘅折線圖，特別留意呢個5日滾動貝塔值，佢反映咗標普500指數同油價之間嘅關係。目前呢個滾動貝塔值處於-0.10嘅極低水平。相比之下，我哋喺2026年初見過-0.54嘅極端貝塔倒掛峰值。股票市場已經有效消化咗戰爭帶嚟嘅現實影響，恐慌情緒已經消失，對原油價格波動嘅敏感度亦都大幅降低，就好似市場帶嘅降噪耳機一樣。
點解會諗？因為投資組合受到結構性 tackle 交易同埋對人工智能嘅長期信心支撐，呢啲係喺之前全球貿易戰期間建立嘅複雜避險倉位，專門用嚟保護特定科技股免受極端油價衝擊。但究竟係邊啲特定股票喺呢種保護下生存緊，甚至逆市增長？你一定會想睇下我接落嚟要揭曉咗各個地區表現嘅詳細分析。如果你認為而家全球經濟係一體化發展嘅話，咁你就冇錯圖表啦。喺2026年2月到5月期間，全球市場嘅韌性完全係圍繞住一條特定嘅分界線而裂開，嗰條線就係人工智能。全球經濟韌性出現咗嚴重兩極化，而且幾乎完全係由科技板塊支撐住。南韓綜合指數唔單止領先，直頭係橫掃全球，飆升嘅驚人嘅28.3%，突破咗6800點呢個歷史性水平。呢個並唔係所謂嘅水漲船高，而係一場資金海嘯，瘋狂追逐好似 SK 海力士同三星呢啲本土人工智能記憶體晶片製造商。呢股半導體熱潮將南韓地區嘅 ETF 流動性喺第一季推高到令人咋舌嘅7240億美元。科技界嘅其他領域自然亦都受惠於呢股強勁嘅順風。納斯達克100指數錄得11.6%嘅強勁升幅，主要係由大型企業持續嘅人工智能資本開支同埋結構性盈利超預期所帶動。日本日經225指數上升咗9.4%，受惠於佢哋半導體晶圓廠設備供應鏈入邊嘅壟斷地位。當好似東京電子呢類龍頭企業公布嘅營運收入比市場預期高出14%嗰陣，市場就會跟隨並大舉買入。就算係標普500大盤，亦都有5.0%嘅回報，連續5個禮拜上升，係自2024年以嚟最長嘅連升紀錄。但係我哋轉喺中國市場，嗰度嘅情況就變得複雜得多。上證綜合指數錄得1.9%嘅輕微升幅，唔好俾呢個總體數字呃到。喺掩蓋喺表面之下，正喺度發生咗巨大結構性轉變。北京正透過放寬信貸政策，積極刺激經濟。預計好似國信證券呢類公司嘅經紀佣金收入會上升25%。但係真正嘅重點係喺硬件方面，中國國內科技板塊正喺度進行大規模嘅白牌伺服器轉型。佢哋正以12%至15%嘅速度部署 ARM 架構平台，刻意避開西方 x86 供應鏈嘅弱點。同時間，佢哋喺30%至35%嘅新超大規模建設入邊加入咗先進嘅液冷技術。佢哋簡直係喺度建立緊自己嘅封閉生態系統。意料之中，深受地緣政治拖累同傳統行業影響嘅指數表現疲弱。美國道瓊斯指數落後大盤，錄得負0.5%嘅回報，受到投入成本通脹同持續嘅供應鏈摩擦所困擾。仲有香港恒生指數，佢依然係全球表現最差嘅指數，跌咗3.1%，受到房地產板塊疲弱同地緣政治恐懼嘅打擊。所以科技板塊嘅防禦力好明顯。而人工智能正帶領住市場前進，但係面對日益惡化嘅宏觀經濟基本面，呢個安全網仲可以維持幾耐呢？我哋拭目以待。當你深入分析主題板塊嘅資金流向嗰陣，呢種分化會變得更加劇烈。喺2026年前85個交易日入邊，市場對實體硬資產同具體基礎設施表現出無可置疑嘅偏好。如果你係摸唔到佢嘅，市場而家可能好討厭嘅。睇下熒幕上顯示嘅半導體表現指標 ，SOXS ETF 升咗55.8%，而 SMH ETF 緊隨其後升咗42.4%。我哋天！呢啲數據對任何做空嘅人嚟講，都係一個好恐怖嘅現實。半導體唔單止係復甦，仲強勢進入咗一個歷史性嘅結構性增長超級週期。受全球對人工智能處理同數據中心網絡嘅渴求所驅動，全球半導體收入預計喺2026年將會飆升64%，輕鬆突破1萬億美元嘅估值大關。晶圓廠設備支出預計將達到前所未有嘅1300億美元。而記憶體架構將佔據呢個龐大資本支出上升週期嘅70%。與此同時，傳統經濟亦正強勢回歸。
能源同材料板塊隨住 OIX 上升 55.6%，XLE 上升 31.7%， 正積極反映緊困擾霍爾木茲海峽嘅地緣政治風險溢價。但硬資產嘅緊縮情況其實更加深遠。由於為呢啲新嘅人工智能數據中心供電會產生巨大且難以預料嘅電力短缺，銅價按數學推算預計將達到每磅6.1美元。同時，實金價格預計將飆升 39.3%， 平均達到每盎司4700美元。呢完全係由各國央行持續且不計成本嘅囤積所帶動。如果實體基礎設施係無可爭議嘅贏家，咁我哋就嚟講下受害者。由 IGV ETF 追蹤嘅軟件板塊下跌咗 16.7%， 佢係市場入邊表現最差嘅板塊，同整體科技股嘅升勢形成咗巨大且慘烈嘅背離。截至4月底，前台應用程式生產商嘅股價慘跌嘅 30%， 呢度潛藏嘅恐懼係非常深遠嘅。自主人工智能代理威脅住要永久取代傳統軟件嘅席位。企業正徹底改變佢哋嘅資訊科技預算，唔再投放嘅軟件升級，而係將資金直接投入硬件。既然人工智能代理可以免費搞掂，點解仲要俾錢訂閱 SaaS 軟件？不過喺呢片廢墟之中，仲隱藏住一線防禦性嘅曙光。睇下金融板塊，目前處於負 5.3%。雖然佢落後於巨大嘅動力輪換，但係銀行業正處於一個結構性嘅火藥桶之上。預計喺未來10年，銀行工作流程入面嘅深度人工智能整合將會帶動驚人嘅 20%至50% 嘅生產力提升。如果實現嘅話，呢種生產力嘅飆升估計可以令該行業嘅總稅前收入提高 18%。呢個價值數萬億美元嘅問題係，未來人工智能帶嚟嘅生產力有幾多已經反映咗目前銀行業嘅估值入邊。要回答呢個問題，我哋必須立即剖析整體市場嘅基本面。我接住落嚟就會展示俾大家哋。如果你而家持有緊大盤指數，你並唔係分散投資，你只係拎住一個已經去咗保險針嘅巨型股手榴彈。等我哋冇睇下支撐住呢個市場嘅恐怖數據。請留意咗熒幕上列出咗3個關鍵綜合指標：盈利增速、估值約束同埋歷史集中度。好消息係，支撐呢次升勢嘅基本面，無疑係強勁嘅企業盈利增速。2026年第一季，標普500指數嘅綜合按年盈利增長率達到驚人嘅 27.1%， 呢個係自2021年底疫情後狂熱期以嚟所錄得最高嘅絕對增長率。呢種優異表現嘅廣度簡直係勢不可擋。佢已公布業績嘅 63% 公司入邊，有高達 84% 嘅盈利超出預期。81% 嘅營收亦超出預期，但呢個現實亦有陰暗面。呢啲強勁嘅基本面已經完全反映咗股價入邊，幾乎冇留低任何容錯空間。睇下估值約束呢個指標，標普500指數目前嘅預測12個月市盈率非常吃緊，介乎 20.9 到22倍之間，具體視乎你採用邊種共識模型。仲有歷史性嘅集中度風險。頂尖嘅超大型科技股目前佔指數總回報份額嘅 53%， 係前所未有咁高。呢個睇漲預測完全建基於2個非常脆弱嘅假設：2026年每股盈利增長 12%，2027年增長 10%，以及中東地緣政治衝突得到完全控制。祝你好運啦！